最近有学道咧小连刷办春酒、食春酒，警方有加强临检，专去包围因清在出入的一寡场所，也有一寡饭店。业者生理加减拢有受影响。昨业者就开记者会，这饭店业者是表示，因一定会全力配合警方，也毋过嘛希望警方会当改换便宜的去，毋好去惊到一般的人客。 学道春酒收过车赢，警政署下令针对全台的饭店、旅馆等等场所加强盘查，甚至甲围起来，造成业者甲警方的关系紧张，嘛影响到生理。台北市旅馆工会初十开记者会，发声要求警方就要制定标准作业流程。穿制服跟荷枪实弹，尽量不要在大门口或者是公共出入哦，因为旅馆毕竟还有其他楼层要出入。 包围整栋旅馆，这个不必要，这个也，在宪法的比例原则也不符合啦哦。台北市旅馆工会嘛公布家己检举的内容，亲像特定旅馆的特定楼层，伫特定的时间有高犯罪聚会，警方会当透过工会向业者要求配合落实第三方警政，也就是有治安纪律的营业场所，警方通结合市政府局处来做行政处罚，伊嘛通加入防范。工会嘛表示，而且业者义务配合着警方管制楼层、便所等等的公共区域，毋过袂当影响到人客食饭的宴会场所、公共出入口嘛爱减少见警率，若无警方就要穿便衫等等诉求。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那也新建台北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，支持我们也会利用相关的治安会议，把这个旅馆工会所提出的诉求来做转达。 台北市刑警大队讲，业者若愿意配合执行勤务，会更较有效率。台北市旅馆工会嘛讲，这是因提出的草案，毋是定案的版本，嘛希望台北市政府通安排警察局、甲观光业者来坐谈。记者连日台北采访报道。